已那麼沮喪，衝擊之中傷過，或有蜜糖。信念要重建，尋求藥方，盼望你在這晚已徹底的釋放。呢個盤骨台都在落嘅。快啲咯喎，上落，俾個手踭夾埋啲。好，多4個，3、2、1，落嚟開始。將背脊拉伸向前，呼氣，呼氣，雙手合埋啊，轉一轉手型，一嚟做完暖身嘅環節啊。好，咁我哋可以咧，我哋嘅眼咧，一個眼先。咁開始咧會做多啲有重量嘅運動咯，我哋唔需要踩上個台，落去係推落。我哋空井下邊後上落一半，10個。慢慢將個手貼向前，收直個手臂，將個手收翻埋嚟。5、4、3、2、1上，跟住睇落上。咁啊，今次你用左手拎住個啞鈴，你將個腳收翻埋先，右腳踏上個膊頭度，保持右腳咧曲90度嘅。左腳踏向後 ，OK， 我哋試下咧曲膝落地下 ，OK， 前後腳咧係落去90度嘅 ，OK， 慢慢伸直，吸氣落，呼氣上，係，膊頭轉翻向後頭，保持個盤骨穩定啊，嗰時右手打開，將啞鈴擺喺個膊頭上就得啦，落住佢哋。好，將佢左腳壓上嚟，慢慢踩翻落去，踎落去，上翻嚟，落一下，踩翻落去，好需要穩定性，好需要平衡力，更加需要你嘅燒肉，慢慢前，上，嚟多3個，2個，腳震震咁樣。好，咁你另外一隻腳啊，另外一邊左右右左右左右，加埋個手，右係咯，左右右左右左右，加埋個手高啲，拉個手踭落嚟，打開。
有練開可以拎兩個嘅係嘛？咁我哋都係由深蹲開始，日經係前，我真係嘅。手咧擺翻喺我哋嘅心口對前，咁膊頭都向後，膝頭哥兜低落去，翻嚟，推，咁膊頭咧唔好縮埋啊，拉翻長條嘅頸，再加埋啦，手嚟推向後，入嚟，好。非常好，大家都好齊啊動作。我哋一路掹向上，有腳好輕，落地冇聲。係啦，如果真係好攰啦，或者個腳咧有啲傷，又腳伸直。好，我哋再慢慢調整下動作先啦。落去嘅時候，吸氣會向後嘅，膝頭哥指翻向前，唔好掟咗出去。膝頭哥指向前，係。右邊大髀內側會有拉伸嘅感覺啦，上身起先。係，再嚟做左邊屈腳。好。咁個身咧保持喺正中間。係。再嚟停一個，個身咧挨向前嗰啲啊。好。意志力咗翻嚟咯，開嚟同左腳，翻嚟左單，換右腳，加埋手推向前，再，翻嚟推向前，翻嚟推向伸直，係咁我記住個腰咧唔好爆出嚟，收翻埋個肚，係，唔好咬腰。感覺到個巴巴肉有收緊嘅，有冇？手踭包實個耳仔多啲。伸直嘅時候咧，個手咧係喺呢個額頭前邊，我個腳壓闊多少少，俾你自己容易平衡啲。腳踭轉向入，腳趾向出。哦，加埋曲腳落去，一齊伸直嘅。曲腳曲手，直腳直手，曲腳曲手，直手，曲手，嚟多3個，曲落去，我拎個手上嚟，收手臂，好，將手帶翻落嚟，非常好，手掌咧喺我哋嘅白板嘅呢邊，10隻手指要擘大晒嘅。膊頭向後，我會俾側邊你睇啊！你繼續望住我隻手用。咁將個膊頭轉向後咧，手踭勁向後嘅，吸氣線出嚟。我哋做手臂啊，吸氣落去沉低掂到地下，然後用個手臂嘅力拱翻向上嚟，坐翻落個大板度。每一次都係將個吸氣線出去，係啦。感覺到個巴巴有收緊嘅，呢係有收緊，上翻嚟。好似線出嚟落去，10隻手指擘大晒，唔好淨係用手指啊，成個手掌有力，考我哋肢體協調嘅。如果你想加重量嘅，你可以抱翻一個啞鈴喺你心口前方啦。我知有啲同學都係有練開嘅，你可以攞翻個啞鈴。幫我哋加多少少啦。幫我哋俾右腳曲，左腳直，手腕咧要保持水平啊，唔好就咁。俾個手踭落去，手腕要水平，手踭係側邊打開，保持住個手臂